你有冇試過越急就越搞唔掂件事呢？其實等一等，可能就係轉機。我哋一齊睇下 Kathy 嘅小故事。Kathy 啱啱退，本來想開間小咖啡圓夢嘅，點知揾咗好多鋪頭都唔啱心水喎，鋪租又貴，個心就好煩。朋友就同佢講，不如你等一等，唔好急，可能會有更好嘅選擇呢。Kathy 就聽咗朋友講，忍住冇衝動，日日就去附近散下步行下。幾個月之後，居然有個鄰居移民喎，仲將間細嘅鋪頭讓咗俾佢，鋪租又平。結果 Kathy 開咗間超受歡迎嘅小咖啡，仲識咗好多新朋友添。易經嘅第五卦叫做衰，等待時機，處世補給，穩住先，即係話等。有時我哋以為快先有收穫，但係易經話我哋知，等一等，準備好先行動，反而有意想不到嘅好結果。就好似 Kathy 咁，等多陣，好嘢自自然然嚟到。你有冇試過等一等，反而有驚喜呢？留言等一等，等我都知道你同我一齊聽緊易經小故事啦。記得 share 俾朋友，等多啲人一齊學識等呢個人生智慧啦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